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樂永豪贏馬者同盟 YouTube 分享嘅時間啦。休息過2期嘅賽事之後啦，今次咧就再次見到啦，小弟啦同大家咧就拍翻片啦。始終咧就嚟到咧就12月啦，都係咧就國際賽月啦吓。縱使啊上個禮拜小弟係有啲真係不適嘅吓，但係當然啦，在之前咧就即係亦都係唔係太過適合住啦，同埋咧就即係唔開心嘅事咧，始終都要過去嘅，係咪？咁所以咧佢唞咗1個禮拜2期嘅賽事，今次咧就嚟翻咧，就同大家咧就再拍個片段啦。但係咧今次賽事咧就係國際賽週前嘅一次賽事啦。老實講啦，如果講賽事水準嚟講咧，就真係唔算特別高嘅。你冇辦法㗎，嚟緊下個禮拜就跑呢個國際騎師錦標賽啦，跟住咧就跑國際賽啦。就算啦，即係好啲嘅馬啦，都會留翻下個禮拜咧，即係留意有待啦。所以今個禮拜咧就未必會話好高水準嘅賽事啦。加埋以往啦，國際賽週前啦，都係習慣性地啦係上演泥草混合賽啦，亦都咧就係泥地賽事較多嘅泥草混合賽啊。所以今次都係啦，5草5泥嘅賽事。你都會發覺到啦，就混亂嘅場合特別多嘅，都冇辦法㗎啦，你都要預㗎啦。而事實上咧，就喺近期嘅賽事啦，你都會見到啦。畢竟都已經係踏入12月啦，或者嚟到咧就開始季中啦。有好多咧就新馬上場啦，所以咧間唔時咧都有間歇性嘅大冷門爆出。係代表咩咧？係咪代表咧就即係大家投注方面啊，或者啲咩問題咧咁樣？其實都未必嘅，爆冷門都有好多個可能性嘅。其中咧就當然新舊馬即係對碰，即係產生嘅矛盾啦嚇。佢哋嘅矛盾當然係舊馬可能咧就有近績，但係咧就即係佢哋分啊，亦都咧就用得七七八八啦嚇。啱啱遇到一啲咧表面上好似冇乜特別，但係隱藏實力比較多嘅新馬一齊落場嘅時候，賠率亦都係有好強烈嘅分野。咁嘅環境之下咧，跑落去鹿死誰手，未必一定係有賽績嘅馬贏噶嘛，係咪？咁樣咧就有機會爆大冷啦。當然啦，另一個原因咧就係有賽績嘅舊馬啦，或者係上半季一路或者季賽一路表現好嗰啲馬，咁有陣時佢哋嗰個評分啦、體力啦，都可能用得七七八八啦。喺呢個時候咧，仲要成為熱門嘅話咧，突然之間佢自己跑唔出水準咧，都會令到你嗰場咧嘅形勢咧係突然間混亂起上嚟。加埋咧就某啲場合啦，過快過慢嘅步速啊，呢啲都係會比較混亂啲嘅場合咯。若果嗰場嘅賽事咧唔係強弱懸殊、壁壘分明嘅話咧，咁你可以幻想得到啦，係會幾混亂、幾容易爆冷啊。其實咧嚟到季中嘅階段咧。當新馬陸續上場，今次又有好多新馬啦，咁嘅時候咧，的而且確係容易啲爆冷，咁大家小心啲啦。好啦，亦都嗱講翻今次咧就泥草混合賽啦，今次咧就5草5泥，正如頭先所講，今次都幾棘手嘅係。我同森美老師咧都各自啦揀咗即係一匹心水馬啦，咁啱都係一未交代嘅馬啦，同大家分享下噶。希望咧佢哋個表現會好少少啦嚇。OK，嗱，今次咧就講咗我嘅場次先，因為我嘅場次比較早啲。揀第2場啦，呢場就係5班嘅泥地1000米啦。嗱，呢樣賽事咧就雖然話5班賽，亦都係即係低班啊嚇，亦都係跑泥地日泥添，都唔算話好即係明朗嘅賽事啦嚇。但係咧，如果你對比起其他嗰啲場合，起碼呢組到5班賽冇插班馬先啦嚇，可能係咁樣會好啲。嗱，呢場咧我比較中意咧就係6號嘅飛雲嘅。OK，嗱呢隻馬你都會可以話飛雲啊，嚟香港幾貴㗎咯喎，到依家都仲未出頭，會唔會唔算好有即係把握？咁嚴格嚟講咧，佢始終都係喺香港跑咗今場第20場啦，都未贏過嘅。但係如果你話佢整體成績係咪好曳咧？咁佢有3個第2，2個第3嘅，換句話講，上名都係1/4嘅。個上名率嚟講咧，都唔算特別曳嘅啦。加埋咧，如果你再即係計埋佢啲跑啲4、4、5、5、6、6啊咁啲有獎金嘅場合咧，其實佢都算係一隻咧低班中未出頭，但係都算尚算準成可靠嘅馬。即係因為你5班有啲馬真係可能係冇戰鬥力噶嘛，佢好明顯就唔係嘅，只不過咧未贏到咧都有啲即係試下命也咁樣啦嚇。但係咧嗱，今次我點解中意呢隻馬咧？第一呢組馬咧當然啦，甲馬成為熱門嘅話咧，就係而家都係南區王啦嚇，亦都算係即係甲馬而家佢6倍幾，即係唔算話好集中嘅好聚飛嘅熱門。無疑呢組馬咧，其實
你就咁望埋去，唔會有一隻係好突出嘅。咁所以咧，既然唔係突出嘅話咧，咁即係大家都係混戰啦。混戰嘅時候，咁有啲即係近績啊，或者係一啲本身嘅性格啊，可靠啲啊，準程度高啲嗰啲馬咧，係可以勝高一線嘅。咁你會話啦，咁但係飛雲又算唔算係啊？咁樣嗱。飛雲咧，雖然到依家為止，咁佢都係未贏過啊。頭先都講咗，咁啊5次上名啊，咁你會話咁嗰5次上名都係草地嚟嘅喎，咁泥地得唔得啊？咁樣其實咧，正正係因為咧，佢喺草地啊，呢啲谷草啊，佢表現係叫做最好嘅啦，以往，但係都搏嚟搏去未出頭，咁倒不如諗下即係兩個可能性嘅啫，一係真情，一係轉場試下啦。其實咧，泥地佢季內唔係未試過嘅，佢其實咧喺呢度10月尾咧嗰次嘅夜泥賽事咧，佢係試過跑呢個泥地千二嘅。當其時咧係跑過第4，輸過幾馬位俾大番薯啊、南區王啊、東方寶寶嗰啲馬。咁嚴格嚟講咧，嗰場賽事咧，輸過幾馬位，我又覺得收貨。我會覺得呢隻飛雲咧，佢有機會咧，佢當然佢未必會泥地係好叻嘅馬嚇，因為咧就如果泥地好叻嘅話咧，可能都已經係得咗。但係佢畢竟咧都係一隻谷草千二米好手啦。咁佢田草其實佢田草咧就都跑得比較少嘅，係佢田草甚至乎未跑過千二。嗱呢啲馬咧，我覺得有機會咧，佢可能大家誤會咗，佢未必係一隻谷草好手，佢有機會係一隻千二好手，係死路程千二馬咁解嘅啫。你話田草到依家嚟講冇表現，梗係啦，佢跑過2次田草都係跑1400，佢試下跑千二可能都得。但係咧谷草千二得，泥地千二咧係跑近，佢有機會咧係千二好手。咁當然啦，田草千二咧會遇到側身馬比較多啲，而家5班更加咧就即係唔算話好多賽程啦。咁既然係咁，咁谷草試下，泥地又試下咯。咁既然前一次佢喺呢個泥地千二都算係跑得接近嘅話咧，咁我又覺得佢最低限度咧，佢千二識跑，即係嗰段力係咁樣，佢泥地同埋草地距離唔係太遠，咁佢依然保持住座位望贏嘅機會啊！呢方面咧就幾重要嘅。咁加埋啦，好啦，咁啱啱咧就方嘉柏咧先至即係贏咗2 win 啦嚇，亦都咧就即係表現相當之理想啦。咁今次咧就日賽啦，咁你會覺得咦啱啱先至表現咁好，再嚟呢次又點樣啊？咁啊，我睇翻方嘉柏咧，其實佢季內咧即係譬如贏完2 win 啊嘅日子之後咧，跟住佢再跑嘅即係賽日咧，其實佢都一樣有表現，即係佢打搭有表現咧，係司空見慣嘅事。而飛雲咧更加係今次咧馬房嘅王牌添，你未交代嘅馬係打馬房王牌，咁啊用黃志宏跑。上一次咧就巴道啦，同有形勇士啦喺呢個谷草千二咧鬥到一兵一卒啦。咁你會話驚唔驚佢都搏得辛苦啊？嗰場掟甩後邊。不過我睇翻呢個飛雲佢又試過喺1個禮拜之後，即係譬如上完名之後1個禮拜再跑，佢係打搭上名嘅，佢都試過。即係話呢啲馬有機會咧，佢趁住個狀態 fit 嘅時候咧，你好盡快用啦。咁而呢組馬話實喺呢個路程表現好嘅，你數嚟數去都係南區王啦、逆市奇巴啦，係呢對馬咧係贏過呢個路程嘅啫。南區王日嚟仲唔好添。咁所以呢組馬其實咧，如果你純粹計賽績嚟講咧，雖然係跑泥地千二，其實就咁高咁大嘅啫。所以如果以飛雲近期嘅表現嚟講，今季佢一路都算穩定啦。雖然咪只係入過1次 Q 啫，但係其實嗰幾場都攞獎金嘅。我又會覺得呢匹6歲馬咧嚟到30幾分嘅時候咧，都係時候反彈㗎。無疑唔係話好容易贏，但係咧因為座位望贏嘅機會咧，佢係有嘅。隔晚有10倍左右嘅賠率咧，係幾理想嘅。咁所以我比較中意第2場嚇，呢係6號嘅飛雲嘅。好啦，咁啊，至於咧就心怡老師咧，佢都揀上半場較早啲嘅場次啦。咁佢係揀第4場嘅。咁呢場4班嘅1400米拆咗去第一組啦，草地嘅賽事嚇。嗱呢場賽事咧，佢就揀呢隻3號嘅衝上雲霄。咁衝上雲霄佢季內初出嘅啫。嗱對比起咧飛雲咧，佢梗係里程新啲啦，亦都咧就跑得比較少啲啦。但係有個共通點咧，就係佢到依家都未贏。不過佢係5歲，只係跑到第10場嘅啫。佢之前跑過9場。9場賽事裏邊咧，佢有3次上名，2次第4，其實又係一隻咧未出頭，但係咧如果你講佢整體成績嚟講咧，佢算係連貫性，即係算係幾強，同埋咧係經常可以喺你附近見到嘅馬。咁但係咧你會話咁大今季未上嘅陣咁樣，但係如果你睇翻佢上季初出都係可以跑第4嘅田草千二，咁又唔係話太過擔心啦，佢唞埋跑嗰個問題。咁正正因為咧嚟到啦，都已經季中啦。正如頭先啦，開場嗰陣時所講啦，有啲馬可能近績累積得好嘅，但係其實佢只係短短3-2個月咧，體力啊、評分啊已經用咗㗎啦。咁嘅環境之下咧，初出嘅馬咧，可能體力方面咧都已經係有優勢嚇。而家
賽事實在太密啦，咁嘅環境咧真係經常出現。咁而呢一衝上雲霄咧，今次咧就即係繼續潘頓跑啦，上季都係即係上季 last 嗰兩場都係潘頓跑，係幫呢隻馬上名嘅。咁而季內其實佢係試咗3課閘先嚟跑，而呢3課閘咧全部都係潘頓一手包辦。你可想而知咧，其實潘頓對呢隻馬咧都幾重視啊，係幾愛不釋手嘅。咁今次啦，咁都咧就復出啦，做好功夫復出啦。咁報呢個4班1000-4米遇到拆組啦，咁對手咧已經係攤薄減啲嘅啦。咁而呢組馬啦，亦都係好似頭先嗰場5班1000嚟啲1200咁。其實田草4班1004根本係一啲熱門嘅路程嚟嘅，但係呢組你睇睇。成組馬竟然係只係又係得2隻馬贏過呢個路程嘅啫，係啦，分別就係2 win 嘅喬峰同埋1 win 嘅烽火行雲。咁仲有呢對馬，你覺得可唔可靠啊？其實係有機會而唔係好可靠嘅馬啫，亦都咧唔算話即係喬峰好少少啦，2 win 2 Q，烽火行雲都係1 win 1個第3。其實係咪真係專家級嘅馬咧？好手嚟嘅啫。所以咧，你一啲質素新啲或者有能力嘅馬，肯定咗呢個路程得。去遇到呢啲對手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優勢咧係幾明顯，同埋咧佢嗰個即係情況咧，即係並唔輸蝕嘅根本就。咁而今次咧就排咗7檔起步啦，雖然重磅少少132磅，但係其實你睇翻上季潘頓排133磅、134磅都上名啊！呢個路程佢係輸俾至尊高超幸運芙蓉，咁你呢啲對手呢組馬裏邊你未必揾得到先啦。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啦，呢衝上雲霄咧，雖然係季內初出未熱身，但係佢睇翻佢上季。既然係一出就已經跑近嘅，佢呢類咧即係季內咧唔係跑得多嘅馬咧，通常都係儲埋跑會較好嘅，即係見到唔算話好穩定啊。要儲埋跑嘅馬會比較好少少，亦都咧見到做足功夫嚟跑，排咗7檔啊，又係啦，其實同頭先飛雲一樣，排咗個7檔。有陣時咧呢啲檔位仲好啊，你排太內檔又驚佢暈死，排太外檔又驚佢蝕位。中檔咧就真係可以進可攻退可守啦，咁所以咧我都覺得森美老師呢隻第4場3號嘅衝上雲霄啦，今次咧都應該係即係有機會好把握啦，咁打開咧香港勝利之門嘅，係一隻唔作理想嘅即係座位望贏或者咧係即係希望係坐亞望冠嘅馬啦，咁所以咧森美老師揀第4場3號嘅衝上雲霄咧我都相當之中意啊。好啦，既然係咁，重溫啦，今次咧我哋2匹嘅心水馬匹啦，咁我比較中意第2場6號嘅飛雲，森美老師比較中意第4場3號嘅衝上雲霄，2場6、4場3，今次2匹嘅心水馬匹。好啦，咁都係大家歡迎支持啦。咁若果咧大家咧喺今季餘下嘅賽事咧，都想同我哋咧更加緊密嘅即係聯繫嘅話咧，咁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嘅會員頻道嘅。參加辦法好簡單嘅，喺呢條片下邊有條 link 咧，click 入去就睇到咧會員頻道嘅簡介啦。當中咧有唔同嘅等級啦，收取唔同嘅資訊啦，就等大家咧就加入嘅。揀呢個啱你自己嘅等級加入啦。可以咧喺季內餘下嘅日子咧，同我哋一齊咧就並肩作戰㗎啦。等緊大家咧就盡快加入㗎嚇。好啦，多謝大家嘅支持。跑完呢次賽事之後，下次咧就已經係國際騎師錦標賽咯噃。下個禮拜3，下個禮拜2晚再同大家喺 YouTube 頻道再見，禮拜2見，拜拜。